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周一胡适的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淡无奇收了一个十字星，市场全天都在震荡两市的成交额只有 1.57 万亿，这个反映出指数突破3400点以后，现在迎来了分化，就是很多资金是在观望，尤其是今天下午成交量是越来越缩量，这个板块的轮动也非常快，一天所有的热门板块都轮动一遍，也就是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持续性连一天都到不了。沪指涨了 0.16%， 2941家上涨，下跌的是2004家。周五主打的这个消费板块那么周一也没能延续它的强势消费提振行动方案出台以后消费板块反而出现分化，这种靠国家队出手靠这个大的权重股架住 A 股指数，热门板块大幅缩量，而且高位缩量上涨，这个有涉嫌诱多的嫌疑你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 DeepSeek、欣赏概念都是这样子。由此可见这个还在这些热门股里面的这些资金为了出货也是操碎了心大指标股的这个护盘也是在逐步退出。所以根据种种迹象看，明天的胡适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幅下跌的走势缩量上涨，创出新高，这个老股民都知道，这恐怕都是诱多就是这个市场散户想赚钱非常难，你除非踩对了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掌控的那些股票，否则的话你很难持续盈利都是今天赚一点，明天就回吐虽然这个有关部门发布了很多文件，比如说这个发改委的促消费文件首次强调稳股市、稳楼市，努力让老百姓消费底气更足还有这个提振消费重点行动汇总，提振消费专项行动30条，严格落实带薪休假，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行动方案部署了8个方面，30项重点任务给人感觉力度还是很大的这些措施到底最后成效怎么样，效果怎么样，这个要另当别论了。因为刺激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各个地方发个消费券都发不明白，最后消费券也变成一个什么利益输送的一个工具，变成很多商家对吧，有权的人敛财的一个工具，对吧？刺激消费这个效果就是要打个问号刺激消费根本还是要韭菜收入对吧，要涨起来，让韭菜口袋里有钱，让韭菜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吧，不要为自己的养老医疗担忧这样韭菜赚了钱他才敢去消费，开一些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就能让韭菜去掏钱，韭菜贷款去消费，韭菜借钱去消费。这个315已经公布了对吧，那么多套路贷，你借了2万你就一辈子都还不完，那韭菜怎么可能去贷款消费呢？完了韭菜贷款一辈子都还不完，完了买那些对吧注水的虾仁对吧，买那个没有消毒的一次性内裤，买那些回收的卫生巾，所以韭菜只能是勒紧裤腰带，随便你怎么说，总之就是无动于衷这个国家统计局说CPI 温和上涨，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1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2月份 CPI 同比和环比均转负时，表示从今年情况看，1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上月明显扩大。这2月份受春节错月影响，同比下降 0.7%。 今年春节在1月份，去年春节在2月份，你看看这个春节太捣乱了对吧，把一个 CPI 都整乱了，搞得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不如把春节这个取消，这样就不乱了。统计局说CPI 温和上涨，态势没有改变，这个词儿突然想到对那些上学的初中生高中生非常有用他们苦如家长老是问他成绩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当家长问你的时候对吧，你就说成绩温和上涨，态势没有改变对吧，成绩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对吧，成绩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对吧，考的成绩好那自然不用说，考的成绩差那就是对吧，高质量的增加了，低质量的减少了，所以虽然总分少了，但是这个质量提高。
也要学会这些，对吧？辩证法呀，这样应对家长的这种这责问呢，对吧？这种你就能应对自如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外资机构啊又在唱多中国胡适啊，这个摩根士丹利啊说啊，投资中国核心逻辑发生变化，建议全球投资人增配中国股票。在近期发布的研报中，摩根士丹利上调了中国股票市场评级，认为中国股票市场迎来了结构性机制转变，并有望持续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是建议全球投资人增加对中国股票配置的最佳时机。近日，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展望未来，投资中国的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故事的叙事逻辑正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这个王莹认为近期中国股票市场明显复苏，背后有3大积极因素在推动。首先是积极的企业经营和股东回报增强计划，其次是前不久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了继续支持民营经济的明确信号。最后是近期中国科创精神的显现。站在当前时点，王莹积极建议全球投资人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我们认为中国股市依旧极具吸引力，因为全球投资人对中国资产配置认处于历史相对较低水平，在此情况下能够带来增量资金将非常可观。这个摩根士丹利的这3点理由也非常有意思他这个3点理由到底是不是客观情况呢？我想也是但是你不能不警惕对吧？他这个3点理由也有负面的。第一个他说积极的企业经营和股东回报增强计划。这个前不久那有个是叫东方雨虹吧，反正有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在赔钱或者盈利在大幅度下降，但是它的分红在大幅度上涨。就是这个新浪财经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东方雨虹超大手笔分红 ，A 股公司净利1亿，分红超36亿，也就是他去年才赚1个亿他分红要分36个亿。这是要分家了是吗？这是准备把那个家产全分了算了。3月12日晚间，防水毛东方雨虹发布公告，调整了此前备受投资者争议的分红预案。按照这个分36亿的这个计划，那大股东一个人就要拿走12个亿吧，这比在市场上减持，对吧？冒着风险减持也好多了，这是白赚的。至于这公司以后他是不是贷款，对吧？是不是欠银行钱还不起，关大股东什么事反正12亿分走了。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的企业经营和股东回报增强计划。如果大家看不懂这个呢，你想一想，徐老板每年都要通过这个中国恒大分红，对吧？这么多年还分了700-800亿吧到徐老板口袋。现在恒大，对吧？这个负债2万亿，这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是所谓的股东回报增强计划。我不是说这个不应该分红但是你想想，你只要政策一提倡分红，这些人马上就开始钻漏洞流血分红。第二个说前不久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这个确实不错就是稳定了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军心，对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本来这是个好事嘛。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李嘉诚要卖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你看网上这些人，对吧？你相当于前面刚说民营企业你们要大胆的干，不要怕，对吧？有我们给你撑腰，政府给你撑腰，回头就说人家你不该卖，你得爱国，你得跟美国对着干你不跟美国对着干，你把港口卖给美国了，贝莱德，这是授人以柄也就是说你给民营企业家赋予了很多不该他们承担的东西。民营企业家他就是赚钱，他投下的钱1毛都要自己负责，他要自己自负盈亏，对吧？一旦他爆雷了，这不是自己扛吗？自己破产。所以说这个网上对李嘉诚非议攻击越甚越厉害，越说明，对吧？现在风气好不了这些民营企业家一个个的心惊胆战，还是要走玩不起躲得起我看那个大公报连发5篇还是几篇文章，那妥妥的是低级红高级黑那第3条他说近期中国科创精神的显现，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科创精神 DeepSeek 或者人工智能它在哪儿取得了正面的这个效果，但是这次315揭露出来的，对吧？这些人工智能早就已经应用在诈骗领域、骚扰领域、电话诈骗，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科创精神，但是都不用在正道上面。那些什么人工智能 DeepSeek 培训的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摩根士丹利说的这3点理由还要辩证的看，对吧？还要不能人云亦云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年头荒唐事儿太多，但这么荒唐的您见过吗？山西省乡村振兴局花费859万买了一套防止返贫监测系统，又花了18万多请了一个监理公司负责监管系统，总预算达到了940多万。
这穷和富还需要这么复杂的系统去监测吗？只要不聋不瞎，智商正常，去村里转一圈不就清清楚楚了吗？如果照这么花钱，恐怕都不用监测，花完就直接返贫了。940多万人，平均每人1万块钱，这手笔哪是怕返贫，这是怕你穷不死啊！这刚用的地方，别说是刀刃了，刀背都没用上，妥妥的用到刀把上了，而且还是无数只手一起才能握住的巨大的刀把。面对记者采访，人家还振振有词，经过立项讨论，程序合法合规。看来这不是一个人的荒唐，这是一个系统的荒唐啊！在此，我只能用一句电视剧的台词来表达我的愤怒了：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而且这种花巨资打水漂的荒唐事还真不是个例。山西左权县去年11月已经弄了一套这样的防返贫系统了，中标价179万。今年7月份，河南禹州弄了个类似的系统，中标价84万。今年9月份，江西萍乡也弄了一套，中标价156万。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监测系统和平台，目前还不得而知。如果全部统计出来，恐怕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本来可以让群众脱贫的钱，却被拿来买了一套套昂贵的天价监测系统，目的竟然是防止群众返贫。你相信吗？这套系统能不能监测贫穷，目前还是未知，但已知的是，它监测出了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为官甚至做人的能力和底线。也就是说，这个年头啊，荒唐事很多，但是像这么荒唐的事啊，也确实让人罕见，就是大跌眼镜啊！关键这么荒唐的事情，合法合规。我记得咱们节目以前介绍过，要花对吧几百万搞一个返贫监测系统，大家就知道这个钱是怎么花出去的。这样的钱为什么会能花出去？它变成合法合规，因为只有这样，上上下下才能得到好处。这个就是婆罗门一个分配方式，是一种最低效的分配方式，因为它造成大量的浪费，对吧？这个比如说啊，900万的这个监测系统，你还不如拿这钱几个贪官一分算了，好歹这个没有造成浪费嘛，你拿着去花吧。你搞那个监测系统也没用，也就是说比那个贪污还要低效。同样还是这个山西吧，我记得是哪个县城广场上模仿三亚，对吧？广场上搞很多这个仿真椰子树啊，一棵树几十万，就这种事情啊，其实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GDP 排第2，对吧？这个经济总量，但是韭菜老百姓感觉日子越来越难，原因就在这儿，大量的浪费。马斯克的那一套应该在咱们这搞，我相信马斯克一定会有成就感，都是真凭实据啊，马上就能锁定，对吧？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不像他现在在美国搞的那些，最后就不了了之。又是外媒的消息啊，说彭博社说啊，中国正考虑大幅削减表现不佳的基金经理的薪酬。说证监会提议啊，如果其负责的产品出现亏损或回报率低于基准业绩10%，基金经理将减薪50%。知情人士表示啊，此类减薪是证监会试图建立长期评估机制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好事啊，这个没毛病。就是说你基金经理的收入跟你的管理的基金的这个回报要相关。过去是那个基金啊回撤，基金亏钱，基民亏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基金经理的工资，对吧？年薪100万，一分不少。这个胡锡进老师都非常有意见，我认为啊，这个应该改。但问题是啊，千万不要你搞了一个规则出来，然后这些基金经理啊又钻漏洞啊，又要被他合法利用啊，就像那个大股东分红一样，是对吧？是监管部门，是交易所，是证监会提倡分红的，那我来分呢？你说他一年赚1个亿，他分36个亿。说到胡锡进老师啊，我们来看看胡锡进老师对这个俄乌局势啊又做了评论啊。他说，乌克兰局势出现新的焦点和悬念，有可能拉出新的对抗线。从这儿就可以看出胡锡进老师开始为俄跌又开始担忧了，对吧？跟以前说的俄罗斯熬出来了，后面说俄罗斯赢了，现在又说啊可能拉出新的对抗线，好像对俄跌还是不利啊。他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周六召集了29位国际领导人参加了电话会议，目的是建立一个援助乌克兰的自愿联盟，讨论派遣多达1万人以上的西方维和部队。而这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坚决反对的。斯塔默的语气很
强烈，表示现在已经是该计划的行动阶段。本周四将举行这些国家军事首脑会议。斯塔默表示世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对于俄罗斯反对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维和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表态更加强硬。他对法国媒体说乌克兰拥有主权，如果他要求盟军进入其领土，这不是俄罗斯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事情。言下之意欧洲军队有可能强闯进入乌克兰领土。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这欧洲军队只要进入乌克兰，实际上就是在参战。胡信说马克龙和斯塔默被视为自愿联盟理念的领导者。马克龙2周前曾表示，未来几周欧洲维和部队不会出现在乌克兰，要等到停火实现之后才会部署。但他现在的强调重点与当时有所不同，与俄对抗的味道更强硬。说一边是俄罗斯坚决反对欧洲就是北约国家军队向乌克兰部署，一边是英法带头强推志愿者联盟国家军队进入乌克兰的计划。与此同时，斯塔默表示会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且更加严厉的制裁俄罗斯，迫使俄方接受停火。这是针对针尖对麦芒。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总体上支持欧洲军队进入乌克兰监督停火。他这段时间使出了2个方向的压力，要求乌克兰接受失去领土和放弃加入北约，这是第一个施压方向，他基本做到了，要俄罗斯尽快接受30天停火协议，并且在哪些国家军队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的问题上展现灵活态度。这是他迄今几乎没有进展的第2个施压方向。胡信最后说那么西方维和部队会不会在不经俄方同意的情况下，应基辅单方面要求强行进入乌克兰呢？更进一步假设，他们会不会在停火还未达成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乌克兰呢？我觉得随着时间的前移和形势变化，这2个假设都绝非没有可能的。美国已同俄罗斯大幅改善了关系，如果欧洲国家做出某个冲动决定，俄方会很愤怒，但大环境已经与之前有所不同，情况复杂了，美国的角色变得琢磨不定，俄方如何泄愤并坚守自己的主张，也可能更加犹豫。特朗普已经打乱之前的格局，从而出现了浑水摸鱼、歪打正着的新可能性和新空间。如果欧洲国家军队真的强闯乌克兰，俄方能够制止他们工具还真的未必很多，很有力量。所以维和部队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确定性和变数都非常大的新方向，而且它会牵动全局。你看这么短短的这个文字就深深的刻画出胡锡进老师对俄爹的担忧胡锡进老师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恐怕就忘了，对吧？那些朝鲜士兵还在库尔斯克呢，这个怎么解释呢？所以这些头部黄俄就无耻到了极限，就是双标你俄罗斯可以邀请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作战，这个已经公开了，但是俘虏都抓到了。那么乌克兰为什么就不能邀请别的国家军队在乌克兰呢？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公平？那仅仅因为你乌克兰弱，对吧？你乌克兰没有核武器，你只能任人宰割，你活该，对吧？你没有任何发言权，不就这意思吗？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的，弱肉强食丛林社会俄罗斯做什么都是对的，对吧？你无权干涉，邀请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乌克兰反对有什么用结果，对吧？乌克兰邀请这个欧洲盟军进入乌克兰，这个是不行的。不知道胡锦老师他真的认为这很公平吗？胡锦老师认为这个国家只要弱，你就活该，你就只能给人跪下，对吧？他本质上还是那种叫慕强心理，就不是我给你跪着，就是你给我跪着，不可能平等。在胡锦的眼里80年前我们给日本跪着，那才是正道，那是应该的。虽然你打不过人家，你就应该跪着，对吧？人家要跟你亲善，你不跟他亲善非要跟美英混在一块，你这不是活该吗？这就是胡锦老师他的逻辑对吧？日本要跟你亲善，你就得跟他亲善。当然了，这个马克龙和斯塔默现在表现的越来越强劲比较强硬但是目前还是在口头上这俩人也是前怕狼后怕虎现在还是要抱着美国大腿这美国的支援不能少，对吧？这一切方案还得有美国支持，就是彻底要脱离美国这个欧洲现在很难做到，就到现在为止还在抱着放弃。这个斯塔默跟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之间的差距这个马克龙倒是希望欧洲独立，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核保护计划，但是斯塔默是反对的。斯塔默认为这个核保护还得需要美国，所以说欧洲国家太多七嘴八舌，要想把他们意见统一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从这个他们商量派兵
到乌克兰，到真正的派部队到乌克兰，恐怕还需要时间，对吧？这个意大利就明确反对。这1万多人啊，是第一批派到乌克兰以后啊，到了基辅、利沃夫、奥德萨，那他们肯定要带装备啊，就是防空，实际上也就是接管了这一地方的防空啊、防御，让乌军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对吧？负责前线。随后根据战局的变化，这些欧洲盟军啊，可能还要增兵。你俄罗斯从朝鲜搞了1万人，那人家乌克兰从欧盟搞1万人，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现在都晚了，早就该有进来1万人，对吧？现在在库尔斯克已经撤退了，不是晚了吗？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啊，就是朝鲜士兵出现在库尔斯克这个不要紧，但是欧洲的军队出现在乌克兰，那就大呼小叫，为俄爹深深的担忧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